大家好，我是孟青老师，今天要睇一个田的爱做运动哦。你今日啦，用一个瑜伽垫，只做得咧，唔系塑料嗰种嘅瑜伽砖，唔握下系冇，唔就拿一本书也做得，浴巾杂杂啊，变到洗不下部也做得，全部做得咯。冇呀运动啊，冇一天我用乜嘅东西，佢说啊。睇自己唔是太烦咯，太紧张，唔好啲天日下做就好，天日下做會傷到你兩骨咯。你哋下開始哦，你我就做彎練嘅動作，唔過你先坐定做，腳先停痛一下哦，腳一出力都是要出力哈，先靠一下天嚟。本来那个身體先小暖起來，呀天氣熱了就冷錯嘛，你就做到，你嘅身體先小暖起來，佢唔會出爽咯，人家就會出汗咧。哦，你下你哦，你下來老腳啊，彎起來，送出去，手做得向後背，手指向頭前。鏡頭等再打開來哦，嗬，彎起來，粘向下，你兩隻腳全部粘向下，翹起來，送出去嘅時節啦，翹起來，表示你嘅腳要出力，彎起來，個送出去，向樣啊，送出去嘅時節啦，係感覺嘅瑜伽墊較細吧，做得師傅坐到瑜伽墊底背啊腳。存到天嚟下面做的，係同踢冷唔知做嘢乜嚟哦，係叫起來，過來咯，你下尖腳彎起來，送出去，左腳彎起來，送出去，叫起來哦，全部要記得叫起來，你喺啲天嚟下做錯冇？等下你要離開天嚟下哦。所以我腳啊，老肚時要出一點嘅力咯。最尾一邊咯，來你下腳企起來，送出去，叫起來，唔好強高，下來，冇命到天嚟哦，腳趾頭彎起來，送出去，個叫起來，過來哦，冇命到天嚟好，行咗一邊咯，變下來，哦，冬天同冇，揾左腳咯，來腳趾頭彎起來，企起來，送出去腳全部冇命到天嚟好，我頭先有一點點嘅命到，但唔係跳高嘅哦，下來哦，過去，最尾一邊個出去，你看。最尾一邊冇命到了，而家兩隻腳向下，兩隻腳做向上嘅動作，兩隻腳變一隻腳，所以要壓向下來，腳趾頭彎起來，送出去叫起來，唔到後面到天嚟咯，嚟彎起來，送出去嘅時間唔好按大，叫起來嘅時間咪唔好按過來咯，一大啊，人難做叫起來嘅時間，過來哦。送出去大家做得當好，唔到命到天嚟咩冇相干，有運動就當好了哦。最尾一邊咯，都做得當好，就停到呢邊，你睇腳痛呀，哦，冬天嗬，捱啲，咩冬天啊？你睇來咯，兩隻腳。你行係從啲尖腳開始，你手啊唔好按切咯，咁一點點嘅彎，唔好用按到你咯，到時候落啲來哦，向上嘅動作，你下腳趾頭啲咧，為什麼？細腳臂翹上來，翹起來，撐邊下來，腳盤傾下，腳趾頭拉起來，你下大腳臂唔好停痛哦，只細腳臂然後腳盤上去翹起來。變下來唔係難嘅做到嘅，就是時候啊，就會當飯去哦，叫起來，就慢慢嚟變下去，最尾一邊咯，腳趾頭拉起來，腳大腳臂唔好停動，細腳臂上去，叫起來，變下來，你下彎腳哦，來腳盤傾下去，腳趾頭騎較高啲嘅，呢啲下邊腳趾頭彎咗冇腳盤。起埋，你下細腳臂起來，放起來，叫起來，下來，
还有2边咯，这个比天堂啊，翘起来，过来一边咯，上来，翘起来，下来，你下2只脚向下咯，2只脚变1只脚，哈，来哦，上去，下来，冇瞄到天来哦，上去，下来，还有2边咯，上去，你翘起来，叫我顺起咯，嘿，脚翘起来的时节啦，你只脚顺起来，脚嗰一边好嘛，脚盘翘起来的时节啦。腳就順起嚟，你即腳踏叉要嘛？好，你睇你做腳踏叉嚟哦。頭先你做過嘅腳踏叉，只2只腳向下添，你睇2只腳分開來，先同一下你嘅腳，真勁動甜吼，捱啲，先同一下，你睇你放定做你嘅腳踏叉，好。放下來，唔可以放下來，一當中就我講以後，我手啊輕點腳彎起來，我這位啊，只會肚臍只會出嚟，這樣下來，這樣下來哦，嘿，下來以後啊，你唔是老腳變下去咧，只啲那邊正腳上來，呢啲那邊翹起來，下去。正腳上來，翹起來，順切下去。正腳上來，翹起來，下去。行到呢邊咯，正腳上來，順切，翹起來，下去嘿。睇自家係咪做到當好啊？我哋一彎定看唔到哦。來彎左腳咯，左腳順切，sama，腳趾頭彎起來。睇腳邊唔好停堂。腳翹起來，順切了，下去，彎腳盤傾下去，腳趾頭彎起來，腳順切嘅時節啦，腳盤就翹起來，爭邊下去，冇邊我天來好，係腳盤傾，腳趾頭彎，腳順切，腳盤翹，係腳趾頭彎，腳盤傾，腳趾頭切。腳盤翹，你係咪腳踏叉？2只腳嘅腳踏叉子，2只腳向下來，上來，下去，係來上來，下去，係，你個做2邊都好咯，上來，下去，最尾一邊上來，下去，唔係腳啊，下去嘅時節啦，肚臍會挺起來啊，唔知。小可玩啊，冇相干。你睇2只腳分開來了，來哦，分開來嘅時節啦。你要記得腳先彎，來哦，正腳先開始，下去左腳。你頭先有訓練過咧，錯冇？有練習過了哦，來，用田檔踏上去，腳踏叉睇自己全部踏過，錯冇？唔好啲入邊踏哦。咁就咪水落處嘅，嚇，踏上去，踏到底喂，係，過來哦，踏較高啲喂，係，唔可能我要變錯嘛，個腳掌順切嘅時節啦，腳掌踏出去，彎嘅時節啦，腳掌傾下去，就看到我正腳冇，過來哦，下來嘅時節較大啲喂，唔好啲天空。介位置彎腳，最尾一邊咯，好，2個腳向下來，你下可以攞2只腳翹上去當背，你下手邊入邊，手掌啊向膝架，2只腳彎咗嘛，嗰隻白眼向下，腳翹起來。較高啲位哦，唔好徛到呢邊啊，肚臍會挺出來，熱位唔看空，做唔得咯，熱位要傾下一點點嘅，嗬，呢啲入邊唔肚臍就會出啲嚟，你下手唔好停堂，腳來潛手，當簡單咗嘛，腳唔好停，手唔好停堂哦，係，手唔好停堂哦，過來係睇自己做到當好，錯嘛，我就想嘅就睇自己做到當好，過來哦。
唔做得成空嚟做一邊，再個往下去做，過來，嘿，哦，你也當鬆鬆哦，啱講唔一肚時要出啲毛，哎喲，叫我出啲毛，哎喲，冇乜嘅係磨出嚟嘅啦，那又唔是出嚟嘅草毛，哦，睇這個做得當好哦，厲害。較困難啲嘅吼，然後腳徛起來，你手唔好頭南唔好，唔是放起來哦，手伸起來，來咯，好教嘅來嚟，腳來潛手，唔講嗌手冇天堂哦，腳來潛手，腳來潛手哦，手冇天堂哦，腳潛手，腳潛手，誒你全部啊關手去潛腳，所以啊你同嘅你嘅腳唔好同嘅你嘅手啊。較困難，唔係腳存切，冇法度存切，唔知玩咩唔怕，玩咗啊，玩，這名唔到手狀冇相干啊，唔腳切頭名喺度手製作的，手唔好甜筒，按樣製作的，好點啊？按樣製作的咧哦，誒，睇自家全部做到當好哦，冇一天都做到衝嚟衝上好，來小變下來，誒你放起來嘅時間要慢放起來。轉到真手上，手輕點鬆起來，按樣子放起來咧。嘿，咁會做到樣辦？唔會唔好，歇困一下嗬，順一下唔嘅氣。根本伊啦用瑜伽墊，從按樣坐定也做定，唔拉幾腳啲頭前全部冇相干咯。天堂一下都好咧，唔好啲天嚟下，唔好啲天嚟下。你睇樣坐定感覺當艱苦，一腳切頭當過，有冇？唔知哪日愛點辦咧？坐到師傅下背，也浴巾雜啊，雜較四角表嘅，坐到師傅下背，只做得了哦，冇乜嘅問題。也係唔天花鋪嘅，你係應該冇天花鋪嘅咧，錯冇？也係有天花鋪嘅，按盤嘅天花鋪嘅，俾啲師傅下背咪當好。這唔是相配的東西咧，誒你下先同一下吼，你嘅手向頭前去，這樣都好咧。向後背來到轉來，hand背哦，向頭前，唔看到我頭拿冇帶下去哦，頭拿全部看在頭前，手唔是按扣到按到，我嘅肩頭就放起來，呢啲位置好咧。來到轉來，用肚臍哦，送出去，天天咧，我來到轉來。個送出去，睇這個就較笑面冇嘿，來個送出去哦，個下來，個送出去，嘿個下來，最尾這邊送出去，嘿下來嘅時節，你只停啲啲位，個下去呢邊，你下啲啲位錯冇？我挖到你嘅肩袖上。天天啦吧，停到啲位都好咯，師傅就坐下去嘛，有係當好，天天嚟挖到咗啦，過來哦，挖到做手術，有一片較難嗬，個做落，來肩袖上，有幾多小面膜有哦，我小小嘅做潤痛哦，嘿，過來，呢位。所唔過去咩冇相干，冇乜嘅重要，身體就天堂到最重要啊！唔係變身體一日來健康，你也真係最重要嘅。做幾多啊？冇當重要哦。最尾一邊咯，挖到轉來，過去，師傅坐下去哦。哦，挖到轉來，你頭前啊，翹到轉，頭前係哪幾腳啲頭前？你下彎一下，按樣子平均啊，好，來咯，向頭前去，呢啲要停一下哦，到挖到轉來，個送出去，來咯，你下攞我嘅手向摸背去，所以我嘅腳要當出嚟，肚臍要當出嚟，錯冇？我嘅手強強嘅命定去咯，冇當出嚟，挖到轉來。個來到轉來，送出去，等等咯，聽響哦，
將唔限喺留啲啲天香，只兩隻手向冇背天，再來到再來，寒背入來，我一擺送出去，向冇背，姑姑嘅寒背嘅時節轉來，離下，你就做得老腳腳頭前咯。你下愛望到順頭去，望到順頭去嘅時節啦，唔強裝兩隻手扶咧咯，一隻手柄啲啲位，一隻手彎咧，腳一隻腳彎咧，彎咧較好做，兩隻腳做腳嗬，做腳上來，做腳柄下來，做腳上來，做腳柄下來，你唔是看得嘢腳哦，唔講我腳盤係張張向頭前，錯冇？唔係強裝嘅張張向頭前咯，四分面柄啲天下下，真冇天堂了，唔係要兩隻正腳挺手，錯冇？唔兩隻左手啊，做得柄到身體頭前咧，天下下，哎樣較穩啊，較唔會磨平。好了，你下企到啲騎上來以後啊，向頭前一點點咪都好，向冇後背，小靠一點點咪都好了，頭前。四分唔好天堂來天堂去哦，所以你唔好騎按頭前也按後背，要天堂當嘅骨頭關節都好咧，嘿，唔好扭四分咯，嘿。你下轉對動哦，我發現人橋誒，唔做得看一下你嘅左腳，係唔係發人橋誒啊？你嘅腳要平平，從塔到頭前咁嘅冇。從塔到壁咧，也塔到天下下款嘛，係人橋嘅嘛。當然做呢啊得通做噶，佢發係唔係人橋嘅哦。牛力飛過係咁樣講嘛，牛力飛過係人，唔啲係人我發較人哋位，我較慢哋位，唔係兩位師傅兩位啊，我當然兩隻錯嚟哦，嘿，當好。你要彎片了，好，變下來，嘿，鬆一下就放起來。你要彎片做嘛？我彎到左片來了，彎到左片嘅時節啦，左手變到天底下，你攞左腳啊彎起來，咁樣較好做。好，你下看一下你嘅身體攞腳有啲條線冇？唔好咁樣哦，咁樣就彎彎錯冇？也唔好按樣哦，按樣子彎彎，也唔好按樣哦，師傅唔好向後背翹，這啲兩邊，好，來咯，兩隻腳正腳騎上去，放下來，唔講我腳裝哦，從塔啲壁領強裝哦，嘿，過來哦，唔看到唔俾你嘅腳係切得以後啊，唔只在看頭前。唔是應該你嘅腳哦，望嘅鏡見會當忝哦，上去，明到天嚟也冇相干，上去，過來，你痛嘅係兩隻關節，錯冇？所以你嘅身體啊，唔可以按多痛到按多，最尾一邊咯，當然你錯冇，好，你下啲動昂，頭前一點點嘅。向後背，嘿，頭前一點點嘅，向後背，嘿，睇自己做得當好哦。按樣矮，按樣嘅方向，我就看住到紅點，嘿，做得當好。來向後背，來嗰啲頭前，我向後背，嘿，嗰啲頭前，師傅冇天堂哦，嗰啲頭前，向後背，嘿，頭前，向後背。我磨穩嘛，有啲片我較磨穩就冇唔怕，天天嚟來，慢慢嚟做，我來哦，你下愛發人嚟哦，轉到動昂來，向頭前，向後背，頭前，單個後背，你嘅腳啊！我啲師傅兩邊發人，唔好啲師傅頭前，也唔好啲師傅後背哦。我發嘅人唔啲哦，唔看一下你嘅人，係正經嘅人，也係假嘅人。
哦，較人哋位哦，向頭前、向後背、向東背、向下背嘅方向啊，全部差唔多，啊，樣子動靜了，冇可能大嘅腔狀太細，差唔多太細就做得咧。唔是要求按多，哦，你邊會動員錯冇？因為你來過來，你邊就會動員咯。嘿，哦，講好，你下小輕一下，就坐上來咯。你做一下下，做得快啲嘅動作，唔係感覺腳趾頭會痛啊，唔知拿吸盤呢，浴巾啊。用對腳趾頭下背冇相干，腳趾頭打開來之後，老師會平發，腳掌咪係哦，手啊當中就打開來，用對肩頭下背，你下腳趾翹起來，向挺起來，愛笑，我看到我笑面，唔好看到面笑笑的哦。哦，你下腳掌啊，傾下嘅時節啦，寒背不能送出去，過來哦，搖起來嘅時節啦，向挺起來，就會出嚟咯。哦，腳掌變下嘅時節啦，寒背送出去，唔老手傾下，腳傾下，不能向落檔去啊，來過來哦。向挺起來，過來哦。腳盤變下嘅時節啦，都是向挺檔、向落檔去。過來哦。起皮哦。過來。你哋啊，彎一下手好冇？手彎入來，你頭先手指係向頭前好冇？你下手指啊，向後背來。哦，睇住個教天咯，教手機啊，你全部會動樣動通啊，上下還傾下去，即啲你也未聽，唔怕，天天嚟傾，唔要做得手彎起來，來聽響，翹起來，傾下嘅時節啦，不能送出去。我有試看啊，你也會較痛，你唔好做按多擺，唔怕當日就再試一擺。唔係無法度我做兩個的運動啊，唔知按樣輕點，身體按樣也做得咯，唔是緊張吼，按樣也做得咯，按樣就當好咧，好，天天嚟坐下來，你下唔係手係動痛，唔知按樣輕一下，也只係困，也只係休息咧，唔好樣辦咯。因為運動知道了未哦，大家全部做到當好哦，真勁當厲害，你就下課了哦，再見。